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以弗所書4章11至16節。我哋教會嘅主題係裝備成長齊服侍，互愛合一傳福音。今日特別強調嘅就係要齊服侍，一齊彼此服侍。我哋服侍嘅目的就係為咗要生命成長。請問過去嘅一年裏邊，你嘅耐性有冇成長到呢？你嘅憂慮有冇成長到少啲憂慮呢？喺過去嘅一年裏邊，你仲有冇經常都覺得你身邊嘅人係好自私呢？咁顯明其實最自私嗰個就係你自己啊！最自私嘅人就永遠覺得人哋對你係好自私嘅。我哋有一個新生命嘅基督徒，我哋好渴望嘅就係我哋嘅生命似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成為我異象。呢首詩歌就係講到我哋有基督成為我哋嘅異象，我哋好想親近佢，好想反映佢嘅榮耀，好想我哋嘅生命似我哋嘅基督一樣。耶穌基督自己都講過，話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憑着果子就可以認出樹來。我哋點樣先至可以結好果子呢？我哋要連結於我哋呢棵好嘅樹，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生命透過信心與佢聯合喺埋一齊，咁我哋就會結出好嘅果子出嚟㗎啦。我哋要彼此服侍，我哋要有入有出。以弗所書第4章11至16節嗰度咁講，佢話：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第4章講到神賜下各樣嘅恩賜俾教會，咁一開始嘅時候有5重嘅職事：使徒、先知。我哋今日就知道，我哋有新舊約聖經，新約就係代表住使徒嘅教訓，舊約就係代表住先知嘅教訓。而家我哋已經有使徒、先知嘅教訓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傳福音的，即係神所特別俾恩賜某一啲人，能夠可以同非信徒建立關係嘅，能夠將福音因信稱義嘅道理講得清楚明白嘅，讓不信嘅人係可以變成相信，咁就傳福音㗎啦。咁跟住有牧師同埋教師，牧師教師嘅原文嘅結構其實係一個字，一職兩面，既係牧師又係教師。做牧師嘅要教導神嘅真理，教導神嘅教義；做教導神真理嘅教師，亦都要去牧養人嘅生命，要關顧人嘅屬靈生命成長。所以有牧師有教師，佢哋要做咩呢？就係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嘅身體。邊個聖徒呢？就係我哋所有相信耶穌基督嘅基督徒，就係聖徒啦。咁呢啲聖徒要做咩呢？就係要各盡其職，係聖徒去做神嘅工作，按照神俾佢嘅恩賜嚟到去彼此服侍，目的就係為咗建立基督嘅身體。所以要注意啊，唔係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教師呢一班神職嘅人員，所謂去做神聖嘅工作，而係聖徒，即係基督徒去做神嘅工作。咁牧師教師係做咩呢？就係要裝備聖徒。成全聖徒，讓聖徒可以發現佢自己嘅恩賜啦，受到鼓勵啦，受到教導啦，有真理上嘅裝備啦，讓佢哋可以有信心嚟到去各盡其職，建立基督嘅身體，讓屬靈生命成長起上嚟，整個基督嘅身體，整個教會。第13節，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即係我哋即係基督嘅身體，即係教會啦，我哋所有嘅信徒，我哋喺真道上邊，呢個咧就係講緊最核心嘅關於福音嘅點樣與神和好嘅道理啊，同歸於一，有一致嘅認識，認識神嘅兒子。呢個認識唔單止係頭腦知識上嘅認識，仲係我哋同神嘅兒子即係耶穌基督有一種親密關係上嘅認識。咁我哋就得以長大成人㗎啦，我哋嘅生命就會似我哋嘅耶穌基督，就會成熟起上嚟，滿有基督長成嘅身量，反映基督各樣嘅品格。第14節話：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嘅異端。咁呢度講到嘅就係負面嘅，我哋一齊成長啦，彼此服侍啦嚇。咁然之後呢，我哋就唔會似咩呢？唔會似小孩子。小孩子係天真嘅，好容易相信咗啲錯誤嘅道理嘅，就會中咗人嘅詭計同埋欺騙嘅法術。保羅用講到呢兩個字嘅時候咧，通常係指假先知佢哋嘅假嘅教導。
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影響我哋嘅真正嘅信仰，被異教之風影響，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嘅異端，讓我哋喺核心嘅關於福音嘅信仰上邊係有偏離，以至於我哋對神嘅真理、對神要俾我哋去認識嘅世界觀係扭曲，我哋咧就隨從各樣異教之風，其他嘅假嘅福音、假嘅真理、假嘅世界觀。我哋要點樣呢？我哋要有入有出。有入嘅話咧，就即係話要我哋要去將我哋放喺一間傳講真理嘅教會底下，接受使徒同先知嘅教導、聖經嘅教訓，讓我哋有牧師、有教師嚟到裝備我哋、教導我哋神嘅話語。我哋要好好嘅認真去聽道，聽道唔夠嘅，我哋仲要自己去研經，自己研經都唔夠，我哋仲要咧去參加一啲嘅團契啦、一啲嘅查經班啦。我哋咧甚至乎可以參加啲神學嘅課程。咁而家好方便，我哋有網上嘅，亦都有實體嘅。希望我哋係可以用多啲嘅時間嚟到有入，不斷吸收神嘅話語。咁有入，我哋都要有出先得㗎喎。我哋可以喺團契相交嘅時候，多啲分享你自己嘅信仰。然之後咧就可以個別嘅同弟兄姊妹可以一對一齊讀神嘅話語，一齊用神嘅話語、神嘅應許嚟到彼此去勉勵，讓我哋都可以有出。因為咧喺聖經裏邊，特別喺新約聖經裏邊咧，經常提到呢個字就係彼此呢兩個字，彼此教導、彼此勸勉、彼此認罪、彼此代求。我哋咧彼此責備都添，我哋咧要一起去成長，有入有出，長成基督嘅身量，讓我哋嘅生命結出果子出嚟。我哋對彼此之間一定要有一個責任感嘅，唔係我哋自己追求成長，而係一個身體裏邊我哋一齊去追求成長。保羅用呢個嘅比喻就係我哋係身體嘅肢體嘅一部分，各樣嘅器官，而基督就係我哋嘅頭，我哋係連於我哋嘅元首耶穌基督，我哋係一個有生命嘅體。然之後咧，我哋係一齊去成長，彼此之間係有不可分割同一個生命親密嘅關係。哥林多前書12章14至18節嗰度話：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若全身是眼，從哪裏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裏聞味呢？但如今神已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各區各安排在身上了。我哋係一個身體嚟嘅，我哋唔能夠同任何其他嘅肢體或者器官講我唔需要你。如果唔需要你嘅時候咧，你哋咧就會係被孤立咗起上嚟，然之後咧就同呢個身體分割咗㗎啦。我哋唔係一個分割嘅身體，我哋係一個身體。有啲有體面啲嘅，有啲冇咁體面嘅，有啲似乎睇起上嚟冇咁重要，好似隻腳趾尾咁樣嘅。但係你唔能夠切咗隻腳趾尾㗎嘛，因為佢都係你身體重要嘅一部分，係神自己親自安排擺你一個身體度嘅。我哋要一齊去做好多嘅唔同嘅事情啦，我哋一齊去彼此去服侍啦，同埋咧我哋一齊追求生命成長。有好多嘅方法嘅，我哋一齊祈禱，我哋一齊認罪，我哋要一齊團契，我哋一齊去服侍上帝做神嘅工作，一齊去服侍人嘅需要，一齊去讀經，一齊去敬拜等等。但係最重要嘅就係翻到去神嘅話語，以神嘅話語為中心。就係提摩太後書3章16至17節嗰度話：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嘅善事啊！呢度有4大功用，有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係有益㗎，同埋能夠叫屬神嘅人得以完全，係充足嘅。我哋可以透過聖經嘅教導，能夠得到供應，可以去喺我哋嘅處境裏邊，任何嘅處境喺地上面嚟到去作出一個榮神益人嘅選擇同埋回應。我哋要點樣先至可以得到教訓呢？我哋要去聽神嘅道啦，我哋要聽好嘅教導啦，我哋甚至乎可以去參加啲嘅神學課程啦。呢個教導亦都可以翻譯為教義，就即係話整本聖經裏邊嘅有系統嘅理解，整本聖經前後咧係冇矛盾嘅，係一個一致性嘅邏輯喺裏邊嘅，係高舉耶穌基督，高舉耶穌基督嘅救恩，高舉嘅係神嘅救贖恩典。我哋要明白神嘅一切嘅教導、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係有益嘅。
仲有好多個基督徒咧，就係呢一種嘅叫做 fortune cookie 嘅基督徒，即係點解咧？即係話用 fortune cookie嚟到理解神嘅話語，即係得一節聖經嘅，即係打開以為呢一節咧就代表住神嘅真理啦。但係好多時咧，只係得一節嘅聖經，你冇按照上文下理咁去理解嘅話咧，好多時都係斷章取義，去曲解聖經，將自己嘅意思解咗入去嘅。所以我哋要有系統嘅去讀聖經，我哋要係一章一章、一卷一卷書，甚至乎整本聖經咁去讀，重複咁去讀，讓我哋熟習聖經，按照佢嘅上文下理，按照佢嘅背景，按照作者嘅原意，按照整個你對聖經裏邊整本聖經裏邊嘅教義嘅認識嚟到去理解每一段嘅經文。我哋要督責，亦都可以翻譯為責備。我哋要彼此督責，彼此責備。呢個就係拿單對大衛嘅時候，佢責備大衛，但係咧拿單先至首先講咗一個故事先喎。然之後咧到最後責備嘅時候就話：你就是那人，就係嗰一個富戶。佢明明有好多嘅牛羊唔肯用，然之後咧有客人嚟揾佢嘅時候咧，就竟然走咗去另外一個窮戶嗰度，嗰個窮戶得一隻小母羊羔嘅啫，視佢為女兒一樣，一齊食飯一齊瞓覺嘅，竟然搶咗佢嗰隻小母羊羔，嗰個窮戶嗰隻，然之後嚟到招呼呢個客人。講咗呢個故事之後咧，大衛聽到就好嬲咁樣同指着永生嘅上帝話：呢個人該死。咁然之後咧，拿單先至嚟呢一個指住佢嘅責備，話你就是那人。於是乎大衛就好傷心，流淚痛哭，憂傷痛悔，咁寫下佢悔改認罪嘅詩篇。我哋都要彼此責備，我哋要彼此有技巧嘅、有智慧嘅、有果效嘅，靠住神俾我哋嘅智慧同信心嚟到去有愛心咁樣去說出誠實嘅話，嚟到去責備，亦令人悔改。於教訓、督責、歸正，呢個歸正就係可以回轉嘅意思，亦都係悔改嘅意思。本嚟向住一條背離神嘅道路嘅，而家180度咁樣轉向去上帝嗰度。我哋要認罪，我哋要悔改，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上都係有益嘅。咩叫教導人學義呢？即係教導人點樣去實際上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去應用神嘅話語出嚟。我哋點樣去愛鄰舍如同愛自己一樣呢？我哋可以一齊商討點樣去實際去行出嚟呢？我哋點樣可以饒恕我哋嘅丈夫、我哋嘅太太、我哋嘅孩子呢？我哋嘅弟兄姊妹呢？我哋要一齊團契裏邊去商討，我哋靠住神嘅話語幫助我哋除去我哋一切嘅苦毒，讓我哋經常帶住饒恕嘅心、帶住愛嘅心、捨己嘅心嚟到去彼此相愛。親愛弟兄姊妹，我哋知道好樹係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憑住果子就可以認出樹嚟啊！我哋要彼此教導，讓我哋連結於我哋嘅元首耶穌基督，讓我哋都可以一同去結出好果子出嚟啊！咁但係點樣連結於耶穌基督呢？我哋要依靠嘅係恩典嘅福音。喺第13節嗰度話：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呢個真道可以連結翻以弗所書第4章一開始嘅時候頭嗰幾節話：一信一主一神一洗嗰個一信，個 one faith 嗰個信仰就係呢度和合本翻譯嘅真道啦。呢個真道係關乎我哋對上帝嗰個嘅與上帝和好嘅方法，就係憑住信心。呢個一個福音嘅信仰，或者係福音嘅核心信仰，又或者係關於因信稱義嘅道理，點樣可以靠住耶穌基督可以得救呢一個嘅核心福音信仰。我哋喺呢個福音信仰上面要同歸於一，完全依靠恩典嘅福音喺呢個信仰上面要同歸於一嚟到認識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咁我哋就不再作小孩子，就唔會俾呢啲異端或者其他嘅呢啲嘅假嘅先知假嘅教導所影響啦。咁乜嘢叫做靠恩典因信稱義嘅福音呢？哥林多後書5章21節嗰度話：神使那有罪的成為冇罪的，使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就係福音因信稱義福音，靠恩典嘅福音嘅核心啦。神使那有罪的，使那冇罪的係邊個呢？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完全冇罪嘅，成為有罪嘅。咁佢點可以成為有罪呢？就因為喺十字架上面擔當我哋嘅罪孽，我哋嘅罪孽歸算咗喺佢嘅身上，使我們在他裡面，我哋即係我哋相信主耶穌基督嘅人啦，可以在他裡面，在他裡面即係我哋用憑信心與主耶穌基督聯合喺埋一齊，在他裡面
成為神的義。我哋唔係變咗一個實質上嘅義人，我哋係被歸算為義人。我哋有耶穌基督嘅義歸算喺我哋嘅身上，我哋憑住信心去接受嘅呢個就係因信稱義嘅福音。唯獨靠恩典嘅福音啊，我哋靠住呢一個福音，能夠生命改變，可以變得豐盛起上嚟。我哋嘅動機再唔係大棒同埋蘿蔔，呢個宗教嘅動機。宗教嘅動機係咩呢？如果你做壞事嘅話，你就得到大棒，你就得到報應，你就不被刑罰，你就可以落地獄。然之後你做好事、做善事嘅話，做好人嘅話，你敬拜主嘅話，咁樣咧，你就可以得到嘅係蘿蔔，即係獎賞，讓你可以上天堂，讓你可以得到地上嘅一切嘅福氣等等。呢個就係宗教嘅動機。而耶穌基督唯獨恩典、因信稱義嘅福音者，將呢一種動機扭翻轉過嚟，使我哋唔需要再出於恐懼去做所有嘅事情，所以我哋可以出於感恩嘅喜樂嚟到去做我哋一切嘅事情，去榮耀我哋嘅主。我哋好多嘅基督徒雖然話係因信稱義，雖然話係靠恩典，但係我哋嘅動機，我哋所有做好事嘅動機，都係好似宗教嘅。我哋係會因為怕得唔得救，怕被神捉、被神刑罰，怕被神咒詛，怕得唔到好嘅結果等等，嚟到去做好事。然之後咧，我哋係想可以得到一個好嘅結果，可以想聽神聽我個禱告，想可以得到地上一切嘅福氣，想可以上天堂為獎賞，令我哋咧去做一切嘅好事。呢一種動機都係大棒同埋蘿蔔，你係出於恐懼一啲唔好嘅結果去做你所有嘅事情。咁我要問嘅，你本身呢一個動機係咩動機呢？即係自私嘅動機。有好多人話，咁如果呢個動機冇咗嘅話，咁完全都係靠恩典，充滿感恩喜樂咁樣，咁咪唔使做任何嘅好事咯，咁樣就冇人做好事噶啦。咁我要問你本身嘅動機係乜嘢？你本身嘅動機就係出於恐懼，就係出於自私嘅動機。咁其實喺神嘅眼中都絕對唔係好事。所以只有唯獨因信稱義嘅恩典，完全唔係靠我嘅行為，完全唔係靠我嘅功勞，係憑信心與基督聯合，我嘅罪歸算咗喺佢嘅身上，佢嘅義歸算咗喺我嘅身上。唔係因為我做任何嘅嘢，只係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完全都係佢嘅恩典。你嘅心就豐盛起上嚟，充滿住感恩，充滿住喜樂。你唔會出於心靈嘅空虛嚟到填補你心靈嘅空虛，嚟到去做其他嘅嘢，做所有嘅嘢，而係出於裏邊嘅豐盛，有基督嘅豐盛喺裏邊，充滿感恩，充滿喜樂咁樣。唔係為自己去做一個好人，唔係為自己做乖仔，而係為基督去做乖仔。你要榮耀嘅係基督，你要愛嘅係基督，你所做嘅一切係為咗榮耀基督去做噶，因為佢救咗你啊！所以呢個動機係完全改變咗，你做好人嘅動機完全徹底被恩典嘅福音改變。唯有靠恩典嘅福音，唯有因信稱義嘅福音，先至能夠將你嘅生命徹底改變。我哋要彼此服侍。咁乜嘢叫做彼此服侍呢？乜嘢叫做，甚至耶穌講話你要彼此洗腳啊！我係你哋嘅主。約翰福音13章14至15節嗰度話：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做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所做的去做。耶穌基督同門徒洗腳嘅時候，顯示住咩啊？顯示佢謙卑，顯示佢願意去做一啲嘅好低下僕人先至會做嘅厭惡性嘅工作，為咗服侍佢嘅門徒。但係仲有一個象徵性意義嘅洗腳，有冇留意啊？象徵嘅性意義就係象徵住罪得潔淨，象徵住耶穌基督將要為佢嘅門徒流出寶血，潔淨佢哋嘅生命，讓佢哋罪得到赦免，得到潔淨。所以當我哋要彼此洗腳或者彼此咁樣去服侍嘅時候，就唔單單只係講話要謙卑，然之後咧就願意做一啲嘅厭惡性嘅工作嚟到去服侍弟兄姊妹嘅物質上嘅需要或者身體上嘅需要，而係有一個屬靈嘅象徵意義。我哋要彼此服侍，去讓大家一齊可以潔淨起上嚟，一齊過聖潔嘅生活，即係生命成長。第15節嗰度話：唯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啊！呢個就係我哋要點樣嚟到彼此服侍啦，就係用愛心說誠實話，或者用愛心說真理。咁呢個咧可以好廣泛，包括好多嘅真理，好多嘅，總之係真誠出於愛說出嚟嘅事情，為咗達到嘅目的就係要長進，即係我哋嘅屬靈生命成長。我哋要連於耶穌基督啊！點樣連於耶穌基督咧？又會翻到最根本嘅，就係耶穌基督，唯獨靠恩典嘅福音，因信稱義嘅福音。
呢一個福音可以改變我哋，唔單止係從恐懼，從為咗自私改變我哋，可以變得好出於豐盛去愛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感謝佢出於有呢個心靈嘅轉變，仲更改埋我哋嘅自我身份認同、自我身份價值添啊！呢個世界或者你未信主之前，你係點樣知道自己嘅身份啊？你係邊得到你自己嘅身份認知啊？你可能話係我感覺係乜嘢我就係乜嘢啦，或者我嘅才能係乜嘢我就係乜嘢啦。一個小朋友如果讀書好叻嘅，你就話佢係一個學霸，咁學霸就係呢個小朋友嘅身份啦，從佢嘅才能表現而嚟嘅。一個小朋友如果佢係做運動好叻嘅，咁你就被標籤為係一個運動員嚟嘅，咁於是乎佢就用運動員呢3個字嚟代表自己嘅身份啦，係出於表現嚟嘅，係從佢嘅能力而嚟嘅。咁但係我哋相信咗耶穌之後，有一個更加徹底嘅身份改變，係比起我哋嘅表現、我哋嘅才能或者我哋嘅感覺更加根本、更加重要嘅。呢個就係在基督裏嘅身份啊！在基督裏嘅意思即係咩啊？即係相信咗耶穌基督，用信心與佢聯合喺埋一齊，我哋得到嘅一切嘅身份都包括喺裏邊。我哋係新造嘅人，我哋被神所愛嘅，我哋係不被定罪嘅，我哋係神嘅手上邊嘅工作係傑作嚟嘅，我哋係神嘅僕人嘅，我哋被收納成為神嘅兒女嚟嘅，我哋係天國嘅子民嚟嘅，我哋向神係活着嘅，我哋係被稱為義嘅，我哋係神嘅好朋友等等，呢一啲都係從因信稱義福音而來嘅，喺基督裏嘅新嘅身份，係更加徹底咁嚟到界定我哋係邊一個人，我哋應當點樣過我哋嘅生活，我哋應當點樣係去感受一切，我哋係一個新嘅身份，在基督裏嘅身份。有好多嘅青少年，特別係女仔，佢哋覺得自己嘅價值係來自於邊度啊？呢個價值就係來自於能夠有其他嘅男仔愛佢、追佢，佢先至感覺自己係有價值，先至係重要嘅。佢呢個就係身份價值嘅來源。有好多女仔係咁樣，但係如果我哋相信咗耶穌基督嘅話，我哋要提醒佢，肯定佢喺耶穌基督裏邊有一個更重要、更徹底嘅身份。更加根本嘅身份就係佢係被神所愛嘅女兒，係神眼中嘅瞳人，係神心中好重要嘅一個女兒，係神嘅朋友，係新造嘅人，係不被定罪嘅，係釋放嘅，係神天國嘅子民。呢一啲身份要取代佢過去舊有嘅呢啲咁嘅身份價值嘅來源，我哋要俾佢多啲嘅肯定因信稱義嘅福音，俾我哋新嘅身份。仲有嘅，我哋嘅成長，我哋都好需要被肯定嘅。肯定即係咩意思啊？即係俾個 like 佢，俾個心佢，讓佢咧係可以感到更加願意去繼續咁樣去思想自己嘅身份，繼續願意咁去行出神要我哋行出嘅真理出嚟，好似愛咁樣。愛係乜嘢啊？哥林多13章4至8節佢話：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點樣可以肯定我哋之間弟兄姊妹之間嘅關係裏面係有愛喺當中呢？當佢哋有少少彰顯出嚟嘅時候，我哋就俾個 like 佢，俾個肯定佢，俾個心佢。我哋可以咁樣講，呢個係 ChatGPT 就準備出嚟嘅呢啲嘅例子啊，我哋覺得可以好好嘅參考。我攞幾個出嚟俾大家俾一啲嘅 example 可以參考一下。你可以同我一齊讀啊！我睇到你喺別人遲到嘅時候，沒有生氣，冇嬲，耐心等候，真係愛嘅表現啊！又有恩慈。我見到你幫助嗰位心情低落嘅同學，真係好貼心又溫柔啊！你見到佢不妒忌嘅時候，你可以咁講話：你為咗攞獎嘅朋友感到開心，完全沒有嫉妒，真係痕邦邦啊！仲有愛是不作害羞嘅事，或者係不粗魯。我注意到你冇嘲笑犯錯嘅人，咁真係好有禮貌，好有愛啊！親愛弟兄姊妹，我哋都要學習去肯定人，俾個心人，俾個 like 人。只要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彰顯出少少主嘅樣式啫，少少真係似呢度所講嘅愛啫，我哋就要俾個 like 佢，因為咁樣佢就會更加會願意去實行出嚟，更加願意離開遠離惡、遠離自私嘅心態、遠離罪嘅行為。今日嘅信息到呢度，希望大家可以幫助大家嘅成長，彼此服侍。以下一啲嘅討論嘅問題，亦都歡迎小組去用嚟做討論嘅。阿們。